早早啊，平安！即摆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啊。咱第一首看第92首《伤心少年我主老伙》吼，这首大家较毋捌唱过。好，咱先甲第一站唱一摆吼，来。虽然毋捌唱过，有时大家那个唱啊袂歹吼。啊，煞下咱来看181首吼，同心而乐天悲。这歌词爱注意，若是咱是看姓氏的人吼，因为咱总会吼拢有定期的做一寡检讨。吼，即马咱较无讲三位一体，吼，咱是讲三位上帝吼。所以第4节的歌词而乐三位一体，若是咱看姓氏会甲改做而乐三位上帝吼。但是咱的 PowerPoint 是无问题，吼，拢改过来。PowerPoint 你就照 PowerPoint 笑就对吼。咱来笑第1节到第3节，好，来。
互咱归故换新，归故换新，好，搁线接咱来唱88首，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，迄中间有一寡回应的会当唱的人唱一个，来。原住人哎，甲你同在，这首落尾声四大拢算少，有时今仔日咱甲唱两摆，照谱来唱，甲唱两摆。以前咱拢唱一摆咱好，咱上尾第一节的上尾啊，甲弹一句，上尾一句第五啊。四节有四节的间奏来注意一下迄个上尾啊来一摆，最后一句今日的吟诗学到这。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
我的心神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愿少年你的慈爱。三甲六任圣诗，圣诗第92首，圣诗第92首，伤心少年我主老会，吟全首，请起立。请咱由阮徛伫做伙来祈祷。全能大主宰，阮的主，你为着阮卑微的人劳血受苦，放杀阴间的座位，受顶十字架，实在恩典极大，慈爱怜悯直到万世代。总是阮有罪人辜负你的疼痛。无照主所教示的来行，心灵受污染，看袂清楚，喙无清气，行打弯巧摇窜，互家己陷落伫黑暗深渊中。慈爱的主，求你赦免阮的过失，擦消阮的罪过，互阮脱离死荫山谷，来行平坦的路。成做一个新、高正直的人，遵坦你所教示阮应该爱行的路来行。最近新北市有一件发生互人惊惊的事件，恳求主的帮助，带领这个囡仔拢健康长大，也保守所有的儿童伫成长的过程。拢有天使陪伴看顾，快乐学习，勇行大汉。怜悯的主，阮兄弟姊妹中有心身衰弱病痛的，请你医治因，加添因快乐；有生活工作拄着困难的，请你伸手帮助因；有劳苦背重担的，请你讨帮因。所有来到你面前的，都要对你遐得到平安甲喜乐。一时，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：阮伫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对里像伫伫天里。阮的历史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传入你去，
就叫人脱离迄个拍的英国管理英国拢是代代无尽啊！请坐，请掀开信息后面1113页，1113页，刻印文第62篇，出自菲律宾书第2章，咱三角大刻印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结连，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，和蔼的感情，毋通自私自利。嘛毋通追求虚荣，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恁着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伊反转摒空家己。处罗卜的身份，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。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父上帝。三角内印信息181首，信息181首，甘心乌鲁提贝吟全首，请起立。请咱搁做伙来祈祷。至尊的爸上帝，阮的主，阮受拣选的正经儿，只是因较无的心进入伫你的恩典，因谦卑的心要对你的路标电英文牧师来领受你的信息，恳求你教我分辨最实，通因顺全无瑕疵的心灵，甲你相通。也恳求你即时因道路，因带阮来行义的路，因真理教示阮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通分辨什么是是，
什么是非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搁较明白你的旨意，也用活命守住阮，互阮的人生充满望甲希望。感谢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甲带领修圣经的话语，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15章21到47节。马可福音书15章21到47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是亚历山大甲老虎的老爸。伊对庄卡来，拄好伫遐经过。兵士强迫伊抓耶稣的十字架，因甲耶稣押到一个所在叫做各各他，翻译是读甲碗领。因藏木油的酒，互耶稣啉。毋过伊无啉，然后因甲伊顶十字架，佮分伊的衫，抽签决定，逐个人得到什么？因顶是耶稣伫十字架的时，是早起时9点，有一牌仔写伊的罪状，犹太人的王。有两个强盗甲伊做伙顶十字架，一个伫伊的正面，一个伫倒面。对遐经过的人，甲伊侮辱、摇头，讲：“哎呀，你即个人，讲要拆毁圣殿，3日内阁起起来，就叫你家己对十字架倒来。”这书长甲经学教师嘛，安尼甲伊踢笑，讲来讲去，伊救别人无法度救家己，伊是基督。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对十字架倒来，互人通看、通信。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遐的强盗嘛，甲伊侮辱。中昼的时，全地拢黑暗，煞到下晡3点。3点的时，耶稣大声喊：“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巴达尼。”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边仔的人听着讲：“恁看，伊伫叫伊利亚。”有一人走去摕海绵浸酸酒，别伫路底尾仔，拄去互耶稣说，讲：“等一下，看伊利亚会来救伊，会来甲伊救袂？”耶稣大声喊一声，就断开。迄时圣殿内的帐篱对顶到下立做两边，徛伫耶稣对面的军官看到伊断开的情形，讲：“这个人确实是上帝的囝。”嘛有一寡妇人对远远伫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撒罗米。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，就对伊讲服侍伊的妇人。另外，阁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嘛伫遐。已经黄昏，因为迄日是半过节的备办日，是安息日的前一日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来，好打去见比拉多，请求将耶稣遗体予伊。约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，本身嘛有伫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比拉多听到耶稣已经死，感觉奇怪，就叫军官来问看耶稣是毋是已经死去。伊对军官听到
耶稣确实死的消息，就将遗体交予约瑟。约瑟买一块羊麻布，然后将耶稣的遗体对十字架刷落来，用迄块羊麻布甲伊包，安装伫已经拍好伫石壁内的墓，搁顾一块石来插伫墓口。伯大纳的玛利亚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有看到安装耶稣的所在。愿上帝话引带咱，帮助咱。下面要请阿萨士班献诗，因要吟的诗歌是哦，真水无比。水无
这时要请陈友文牧师传讲主的信息，伊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受定十字架到安怎？主内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感谢阿萨士班今仔日用真水真激励人的这个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。咱马可福音读到今仔日已经到最后到后礼拜就规个经文的结束。也通讲马可福音的故事。已经到这个高潮，最高峰的所在。今日经文有3段，分别提到耶稣受定十字架、伊的死，以及伊的安葬。这通讲是耶稣的故事的最高峰。其实15章规章读起来，会互咱想起咱伫个别信仰伫读的迄个使徒圣经，关于耶稣的部分。讲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。今仔日这个经文邀请咱思考，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，以及耶稣的死对咱的意义。讲到钉十字架，犹太作家 Josephus 约瑟夫又提到讲。去用钉十字架是上悲惨的死法，任何有名望的人，拢无想讲要甲十字架关系。伊做一种刑罚，会使讲是上痛苦，也上见效的死法，主要会用于社会基层的罪犯，也是真危险的叛乱犯。今日经文描写耶稣对钉十字架到死到安葬，除了表明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外，伊也为着咱描写一幅图，互咱看见讲，这个就是为着咱死的上帝的迄个样貌。咱的下面就来看这3段的经文。第一段22节到32节，讲起耶稣受定十字架。经文一开始讲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是亚历山大甲鲁夫的老爸，伊对庄卡来拄啊对遐经过，平时强迫伊举耶稣的十字架。一般来讲，凡人都爱扛家己的十字架。特别是迄支环的环把，为什么耶稣伫遮毋免家己扛呢？检在耶稣伫要受定以前，伊的身躯已经伫要崩溃这兵丁惊讲伊还袂定十字架，就先死去。那安尼，这警卫队真无民主，也表示因任务失败，因为判刑。迄个刑罚无完成，检在这嘛会当解释，为什么耶稣伫十字架顶真紧就死去？经文阁提到，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甲鲁夫的老爸。古利奈伫非洲的北边，伫今仔日的利比亚。伫遮讲起这2个囡仔的名。圣经内底敢若出现一概尔，所以圣经学者拢认为，马可为什么会摕这2个当时，还阁细汉的2个囡仔的名？真显然，因是马可最初的读者所熟悉的人。伫遮看，耶稣去用钉十字架的故事非常真实，因为伊就发生伫马可读者。所熟悉的人中间，搁落去，因将耶稣押到一个叫做各各他的所在，各各他就是头壳碗领，因用掺没药的酒，互耶稣啉，毋过伊无啉。
药酒啉落去，本来会当减轻痛苦，总是耶稣捌讲过，伊伫最后晚餐的时阵讲，上帝阁还未来以前，伊无要阁啉酒。接续落去，经文讲，因阁分伊的衫抽签决定，什么人得到什么。伫遮咱注意到，马可伫遐伊的描写的手法，毋是直接咧描写耶稣受苦的情景，是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，来引带咱读者思考耶稣为什么受定十字架。拄仔读的即个24节分衫抽签，大家看要啥人摕到啥物，这真清楚是为诗篇22篇18节来。伫遐讲，因分我的外衫，为着我的衫抽签。咱若阁读落去，29节，当遐的群众伫踢笑耶稣的时阵，讲因摇头。摇头即字是为诗篇22篇第7节来的。咱阁读落去，耶稣嘛家己引用诗篇22篇。另外，摕迄个掺蜜药的酒，阁酸酒，互耶稣啉，互咱想起诗篇69篇21节。大家注意的是，即两篇诗篇22篇，甲诗篇69篇，拢是为着受苦的义人所写的哀歌。伫遐讲起受苦义人受到困毒、受到压迫，总是完成上帝的义。马可伫遮引用这旧约诗篇的经文，要互咱想象，耶稣哪像是上帝所选立受苦的义人，通过伊的受苦，上帝要完成拯救的目的。耶稣亲像受苦的义人，也伫最后为得到公道甲清白。咱若读诗篇22篇到最后22节到31节，义人伊的名声得到恢复，也得到清白。有的抄本伫即个所在有放28节，28节伫遐讲，伊互人看做是罪犯。即句圣经的话已经应验。即句话是为以赛亚53章12节来，这拢是用旧约的经文，要互咱去思考耶稣的死的意义。另外，第15章内底有一寡细节，嘛互咱想起马可进前已经讲到的经文甲主题。譬如日头变乌，这13章就已经出现。耶稣会无辜受苦，伊会照上帝的心意来死，这拢伫马可头前已经讲起。搁较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家己所讲的第三个受难的预言，就是咧第10章33节到34节内底讲的细节，差不多伫14章到15章的经文拢总实现。搁咱即几礼拜读到马可最后几章，拢讲起耶稣要做王即个主题。伫今仔日经文嘛，搁一摆出现，因为耶稣的罪状牌顶头写犹太人的王，然后伊的边仔有2个强盗，甲伊做伙顶十字架，一个伫伊的正面，一个伫伊的倒面。伫遮所用的强盗，毋是咧讲一般的罪犯，用的字是 lestai， 是指迄个会制造动乱、破坏特殊的叛乱犯。咱马上回想起第10章，雅各甲约翰捌来甲耶稣求大位，讲你得到阳光的时阵，互阮一个坐伫你正面，一个坐伫你倒面。咱今日读到遮，咱做读者，咱才明白得到阳光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要顶十字架受苦。
这规段的描写，互咱看见马可描写，进前描写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君王，是上帝的囝。总是读到即个所在，咱真讽刺哩啊！读着讲，即个王，伊伫要加冕，吼，要抵迄个皇冠，要做王的迄个景象是真讽刺，因为伊的王座就是伊的十字架。伊边仔的雕神是两个强盗，伫下骹遐个神明是遐个想要杀死伊的对敌者，包括宗教领袖，包括群众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包括所有经过的群众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连两边的强盗拢甲踢笑，甲讲你着救你家己。对十字架顶落来，佮笑伊讲，伊救别人无法度救家己。读到遮，加尔文对这段经文做安尼的评论，因讲因要叫伊对十字架顶落来，来证明伊的神性。总是耶稣继续承担痛苦，而且用安尼来显明伊的神性。确实，通过受苦，耶稣显明伊会顺服甲疼。伊人生的旅程要伫遮用见效的死来结束，总是也通过安尼的死，伊完成人类的救赎。咱搁来看第二段，耶稣的死，第33节到41节。伫遐讲，兵丁伫早起9点，该顶十字架。耶稣伫下晡3点死去，咱甲算起来，拢总6点钟。通常去用顶十字架的人是安怎死去的？学者有2种的解说。一种的讲法就是讲，身躯若还阁残会条，伊就袂真紧死去。伊会伫遐一直到伊规个精疲力尽。规个身体，规个垂落去，伊的迄个体液流入去气内底，然后伊会窒息而死，无气来死，这是第一种。另外一种讲法是，人吊伫遐到最后，因为无水欠水，而且流血流伤多，最后是休克而死。一种是窒息，一种是休克。总是不管倒一种死法，有的罪犯会当伫迄个十字架顶挡几若工，所以耶稣的死算是真紧，真紧就过去。真特别，咱在遮嘛看见马可并无详细描写耶稣肉体受苦的情形，所以是若甲巴特讲，耶稣的死甲别人比起来，哪真有较紧？无亲像别人遐惨、遐久、遐尼恶经过。不过咱知，咱咧读的时阵，马可虽然无描写耶稣受苦甲死，伊有描写2个真特别的代志发生。头一个是有3点钟，全地变做黑暗。伫遐讲中昼的时，全地拢黑暗。煞到下晡3点，伫天气文学内底，全地黑暗代表上帝神圣审判的景象。咱毋知影耶稣伫黑暗中，伊的感受是安怎？总是马可有记载，伊大声用阿兰文话讲：“伊罗伊，伊罗伊，拉玛撒巴代尼。”翻做希腊文意思就是讲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这是耶稣为诗篇22篇第1节来引用的话。咱真清楚看到，伫个黑暗的中间，耶稣感受到上帝的气息，总是依然向上帝求。
只不过即届伊无叫上帝阿爸，头一届伊用我的上帝来称上帝。马可所描写即个耶稣是孤单、真凄惨的，去用感受到去用气杀。即种的经验是任何宗教人拢真恶承担的打击，就是感受到去互上帝气杀，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，马可描写，就耶稣死的时阵，370讲耶稣大声喊一声就断开。伊死的时阵，圣殿内的帐篱对顶角的裂做两边。有一个圣经学者 Joseph Fitzmyer， 伊捌去算迄个圣殿内底的帐篱，就是幔子，拢总有13领，13领的幔子。其中上要紧的一领是甲至圣所甲圣殿其他的所在分开的迄领，另外一领是甲规个圣殿甲外口的外院分别的迄个壁帘。至圣所甲其他所在分开迄幅上神圣，甲外院区分的迄幅是上大领。不管伫遮咧讲的是倒一领，即个事件内底上要紧的一个动词，就是离开即个动词。迄个壁帘离开，离开即个动词，前一届出现是伫第1章第10节，就是耶稣受洗礼的时阵，天离开，圣神亲像钱仔降伫伊的身躯顶。伫犹太教的传统内底，上帝临在的所在，若毋是咧天顶，就是咧至圣所。所以咱看见伫耶稣即个故事的一起头，甲上尾的所在，拢发生即个离开的代志。离开代表什么？离开代表上帝甲世间人中间迄个隔离已经拆毁，咱甲上帝会当直接面对面互动。这两项事件了，39节搁落去记载，徛伫耶稣对面的军官看到伊断开，讲：这个人确实是上帝的囝。有学者注意到，伫遮上帝的囝，伫原文的希腊文无冠词，这真特别。普通应该有冠词，一个上帝的囝，还是讲你，迄个上帝的囝。若是讲一个上帝的囝，安尼这是犹太人的表达方式，就是讲一个敬虔的义人，这个人就是敬虔的义人，会使算作是上帝的囝。但是若是冠词是你，就是敢若迄位上帝的囝，安尼就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就开始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故事。咱毋知影这位罗马军官是讲倒一个，但是若讲伊想要讲的是耶稣确实是一个义人，咱通讲伊无意中讲出马可所要讲的真理。耶稣确实是上帝的囝。到40节，伫遐讲有一寡妇人人对远远咧看，其中有3个妇人人的名去用提出来提名，包括约大粒的玛利亚、雅各甲约瑟的囝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。这3个妇女伫马可最后的阶段扮演真要紧的角色。咱后礼拜耶稣过活的故事，会阁看到这3个妇人人。除了因3个，阁讲到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，就缀伊阁服侍伊的妇人人。
然后另外阁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嘛伫遐。各位兄弟，咱一路读马可福音，到遮，咱若真正是真斟酌一字安尼规个照文理安尼读来，咱到第15章才突然知影讲有即批妇女的军队者，头前拢毋捌出现过。当遐男性的门徒一再误解耶稣，而且最后气杀伊走，咱才读着讲，才有一群妇人一直拢军队伊，搁服侍伊。服侍即字真要紧。会记得第10章43节，当雅各甲约翰来甲耶稣求大位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我要啉的杯，恁敢毋通啉？然后甲讲：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。而且咱看见，相对伫男性的门徒，这个妇人真捌耶稣的教导，因明白耶稣的教导的精神。因知影，若要跟着耶稣，上要紧、上可贵的，就是服侍人。因也要后礼拜的经文中间，因也要最后服侍耶稣，要用香膏、香油要来甲抹。咱来看最后一段。42节到47节，耶稣的安葬。42节讲到黄昏的时阵，因为迄天是安息日的前一天，过日就是安息日，所以阿里马太的约瑟来，好打见比列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这个约瑟是甚物人？马可只有甲咱讲，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。本身嘛有咧期待上帝国的来临，所以伊那亲像是一个真有宗教精神的人，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咱会记得，伊是犹太议会的成员。马可当初安尼讲，这个议员因拢判伊有罪，应该处死。14章64节。所以，到底这位约瑟，这位犹太议会的成员，伊这么勇敢的行动是出于什么动机？是因为伊对耶稣有同情，还是有一部分的认同吗？还是讲伊只不过是照犹太人的法律甲习俗，要真紧来安葬死者？咱毋知影。但是，伊伫遮所扮演的角色，有真上等的意义。那亲像头前迄位罗马军官约瑟嘛同款，伫遮扮演一个上等的意义。做一个罗马政权的代表，迄位罗马军官竟然伫遐宣称耶稣是上帝囝。这位诚做犹太宗教领袖的代表议员，竟然勇敢介入耶稣的死，然后耶稣真合宜的安葬。咱会记得行洗礼约翰去互希律王抬头，后来是伊的学生甲伊安葬。而且耶稣去互家己的学生去杀，却由一位投票判伊死刑的议员来甲伊安葬。马可的故事到最后充满戏剧性。咱读到最后47节，约瑟买一块幼麻布，然后将耶稣的遗体对十字架刷落来，用这块幼麻布甲伊包，安葬伫已经拍好伫石壁内的墓。搁熬一块石来踢伫墓口。耶稣安葬的这段描写真简单，总是真关键。
因为当迄块大石头将迄个梦的出口甲踢掉的时阵，代表耶稣确实已经死去，也埋葬完毕，事已经成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有啥物款的启发？我伫遮简单甲咱分享2点。头一点，为什么耶稣爱死？遐虚假的生命毋是安尼，虚假的生命敢若想要高高在上来支配人，无想要成做人的奴仆。总是咱的上帝证明伊是伟大，搁真正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恩典，互伊承担代价。伊愿意降做卑微，而且通过真夸大的作为，为了咱行真远的路来完成救赎。上帝一点仔也无自高自远，伫伊的荣耀内面，上帝是谦卑的上帝。伫马可的故事内底，耶稣若真正对十字架顶行落来，还是伊用天火将兵丁、祭司长甲遐群众拢消灭，安尼的耶稣是无疼的耶稣，嘛无法度真正完成用遐济精神来行的即个辛苦的旅程。相对的，迄个愿意受苦、搁死伫十字架顶的谦卑的耶稣，才会当互咱认捌迄位伫自由中付出疼的上帝。换一句来讲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看到上帝通过家己降卑伫人类的限制甲苦难，来证明伊的疼。即个图像，不管咱安怎恶想象，咱看见这位死伫十字架顶卑微的犹太人，有刻画出上帝真实的图像，那像有咧对咱邀请咱讲看，这就是上帝的幽默。耶稣若死，若安尼，伊的死有完成什么？是若甲巴特讲，耶稣的死完成2项代志。头一项，互咱甲上帝中间有团结共荣，英语讲 solidarity。上帝今仔日甲咱通过耶稣的死，已经结连做一体，咱甲上帝结连做一体。巴特讲，伟大以后，任何人经历着痛苦、孤单，还是感受到去互气杀，无人会当讲上帝无法度理解。当所有人敢若像拢转身离开咱的时阵，无人会使讲上帝嘛转身离开。巴特用像写诗的语言安尼讲，上帝已经成做咱的兄弟，伊甲人做伙受威胁、受搅扰、受攻击，像甲人做伙伫溪流内底加入去漩涡，冲往深渊，行往死亡。上帝已经甲咱结连做一体，无论咱经历什么款的苦难，伊拢甲咱同在。第二，巴特讲，耶稣承担咱的罪，所以咱会当对罪得到自由。确实，马可福音进前就已经讲，耶稣来要成做正人的赎价。伫最后晚餐，伊嘛宣告，这个杯是我的血，为着真侪人流出的。最后，咱看见伊亲像一个罪犯死去。关于这段经文，加尔文安尼讲，伊伫本丢彼拉多手下受苦，伫总督的宣判下面，奉列做罪犯。总是伊的审判主宣布伊是义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咱今仔日伫上帝面前，也去互宣告无罪，因为迄个去互用来指控咱爱受刑罚的罪，已经转移到上帝囝的身躯顶。耶稣的死
互咱对罪得到自由。第二项，咱今日会当对这段经文学习到，怎样来体会耶稣的死。关于耶稣受死的故事，其实伫马可记载足短，而且伊足低调，无超工夸张，拢无伫遐安尼真渲染伫遐描写，无伊足用简单的语言伫遐讲足经文讲足少，总是咱咧读的人感受到足深的一种体会。所以这个经文邀请咱用默想、用这个思考的方式来体会耶稣的死。伫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内底，十字架有无共款的上灯。对遐想要去征服世界的人，亲像十字军，还是亲像19世纪宣教运动，十字架代表的是胜利，是福音得胜的记号。对敬虔派、对神秘主义者，十字架是灵修敬拜的上灯，互人悔改来过有德行的生活。总是对历史上遐宋乡人受压迫的人，还是第三世界这讨棒运动的基督徒，顶十字架耶稣代表伊通过受苦来认同所有世界经历悲惨命运的人。十字架有真无共款的上顶意义，嘛牵涉到咱无共款的人所处的处境是甚物款。所以咱每一人拢有可能会当用新的方式，更较深来体会耶稣的死对咱的意义。真侪学者甲咱提醒，语言的解说不如默想思考，因为安尼，正因为安尼，有时阵艺术的作品颠倒是圣经上好的解说者。真侪圣经学者邀请咱，会使通过这艺术的作品来体会耶稣的死。举例来讲，英国作家 C.S. Lewis 为着青少年写的小说《纳尼亚传奇》《狮子女巫魔衣橱》这本册，后来也改编做电影。咱若去看电影的时阵，看见迄个代表上帝迄只狮阿斯兰安那死去，会当互咱更较深体会耶稣的死的意义。有时阵艺术作品嘛真深会当互咱思考。犹太画家夏果画的白色的十字架，还是荷兰画家林布兰伊画一系列耶稣受难的石刻画。德国画家 Gunnenwald 画一个伊森汉祭坛画，互真侪神学家放伫伊的册桌仔的顶头，成做默想的对象。同款音乐嘛，常常会让咱更较深去体会。巴哈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、B 小调弥撒曲。瓦特所写的每一届想起奇妙的十字架，以及咱确定要唱808首圣诗808首，乌人的灵歌，你是毋是伫遐？这歌、这音乐、这艺术，当咱将圣经放一边，然后来思考、默想，看这画、这艺术作品。听这音乐的时阵，会当更较深沉唤起咱去体会耶稣的死对咱的意义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一届搁一届，用新的方式、新的眼光来体会、来感受耶稣的死对咱的意义。咱三角阿头来祈祷。温天天堂的上帝，阮今仔日通过马可。读到耶稣最后
定是一个死安葬，也互阮思考耶稣的死，为着阮所完成奇妙的救赎，毋但带互阮自由，也互阮体会到，阮甲你是一体。恳求你开阮的眼光，也互阮学习用无共款的方式，搁较深来体会耶稣的死对阮的意义。这也要照做阮一生的功课，来学习、来体会、来感受。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，是为着缅甸第选队6月29到永光复赛。第二，为着暑期日独营国际写生比赛来求比。第三，为着安养行动不便甲治疗中的兄弟，请大家开嘴做伙来祈祷。这时，请郑慧玲执事做结束的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同心来甲你施恩补助前，为着缅甸第选复赛来祈祷。主啊，这是你所呼召差遣传福音的使徒，这是要来荣耀你的福音团队。你要真做因的溃烂甲瓦靠，恳求主保护第选队出入平安。圣神充满伫因所徛立的每一个所在，大光就要照着所有的黑暗，人的心就要归向上帝。荣耀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的石盘，为着暑假儿童营国际写生比赛的复赛同工来祈祷，互因有属主的智慧，彼此同心合一，成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。将一切筹备活动拢交托伫主的恩手，也恳求圣神感动，带领侪侪学生来认捌耶稣，性命得到改变。主爱怜悯的主，愿为着身体欠安的肢体亲人来祈祷，互因伫病痛中犹原有信心，知影你是以马内利时刻同在的主，互因得到拯救甲医治，伫恢复中经历加倍的平安甲喜乐。也互照顾的亲人，伫面对软弱的时，你着赏赐勇健的身体，甲无摇拽的信心。感谢主听阮有声无声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奉献。
请大家起立，以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周报来看，通知事项6月份1月长老是朱大庆长老。第一，2023年圣经学校春季班，今日是春季班最后一摆的上课，但是马太班因为有代志，所以今日停课，改做7月初9来补课，请兄弟注意。第二，老树生涯分享会，关心大专暑假的大家人来因要来举行老树生涯，对一个世代看长老教会大专暑假的变化，并且分享刘清燕老师、卢俊泰医师创作绘本《丑小鸭儿》。时间就是咧今日的下晡4点，咧小礼拜堂。卢俊泰长老嘛是前张基牙科主任，伊伫青年的时代，就咧咱教会聚会，担任青年同工，长期陪伴大专长青团契。第三，新书义卖。桃园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为了推动少年监狱事工，译为新书。本册叫做《100年后，你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》，请咱兄弟来带导，搁来甲伊支持。第四，清凉一下，儿童主日学定伫7月初9。12点半要举行清凉一下玩水日，欢迎儿童主日学邀请朋友来参加，会当穿游泳裤，还是预备一套衣裤，会当带这个水球、水枪做伙来佚佗来耍水。7月开始，咱要传讲罗马书，牧师团经过1年。传讲马可福音的信息，搭配完成。在神学牧师郑阳恩牧师的规划下，7月牧师团要开始传讲罗马书的信息，将要邀请附近的教会牧者来参加拜3下晡3点半的讲道研讨，请咱兄弟会使开始。来读罗马书，会当帮助咱来明白这本册的信息。第六，暑期儿童营招募童工。今年暑期儿童营的期间是咧7月初3到初7，需要有同工青少年的同工。有要参加的，请甲林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来联络。7，古迹日写生比赛开始报名。这个比赛是定伫8月初5到13，总共
9天来举行。对今日开始，都拢会上做线上的报名。古迹日，定伫到9月17号，下晡1点到2点要来举行颁奖典礼。第8，妇产科医师张简吉成牧师，伊是咱张简妈妈的后生，也是咱张简惠利长老的弟弟伊往美国转来，伊要分享伊所经历的这个崭新的视角，明确的盼望以及无限的动力，要带领咱经历超然。邀请大家来参加时间是咧7月16，礼拜15点半有一个备餐，互大家食一个点心，中昼顿。1点要开始分享会，地点就是咧咱济南教堂。团个消息，妇女团体拜日有诗歌练唱，郑静英老师来主理。拜5送年团契注意，因为是端午节连休，所以送年团契是暂停聚会1次。具体消息，咱来看第2，邱文正医师4月18，安息主怀。个别礼拜是咧6月26拜1下晡1点半，伫咱济南教会大礼拜堂。开会消息。牧养部门甲行政部门今日下晡1点开会，请同工出席参加。讲座伫2月24下晡2点，伫咱教会的小礼拜堂，由钱贤次先生要讲着李存兴的故事，请大家来关心来参加。告解消息，近期事工的聚会，侍奉人员甲上周的出席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摆咱要来请郑牧师来介绍甲补充报告。咱今日有几位人客一位是中华英国教会林九阳先生，在后壁遐欢迎。有 Mr. Joe Weber。各一位洪小纯，欢迎请咱兄弟也彼此请安三甲内吟4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吟诗线，请郑牧师就祝祷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面岛闭会，若需要带岛的兄弟，请到雨伞的其他兄弟，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。